买菜大小买哦。来哦，来买果子哦。透早来去洗菜市，买鱼仔买果子，顺续食一暝。赶菜若买菜，方便搁趣味。台湾文化兼生甜，本土乡情出头天。你咱小兴爱来听，无语田园水歌青。听台语学台语，大家拢欢喜。透早来去洗菜市，买鱼仔买果子，顺续食一暝。赶菜若买菜，方便搁趣味。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 K 广播电台制作，那惠阳主持，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赶菜若买菜，方便搁趣味。来，你也就亲哦。各位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感谢听众朋友伫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准时拍开 FM89.9，咱们 K 广播电台，收听由惠阳主持的台湾文化兼生甜。本节目是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咱们 K 广播电台制作。每一个礼拜日暗时7点到9点，伫 FM89.9，咱们 K 广播电台放送。望空中的老朋友、新朋友做伙来支持，互咱体会先人智慧的意义。今仔日的节目会小介绍24节气的霜降相关的俗语。古诗是杜牧写的秋色，惠阳创作的台语新诗。台湾的念歌、囡仔歌要分享的是放假啊，互咱走找向时的囡仔耍。歌曲的欣赏，今仔日要绍介的是青夜的离别。人生舞台看世事，听心声的单元。邀请到的来宾是叶文新老师，邀请各位好朋友同齐做伙来收听。微笑就在三山路，风吹微微，等待的人若袂来，心内真哭泣，想袂做彼个人。怨叹月明，假情无伴，多想是秋色来天，月光诉照的树影，加添阮伤悲心头酸目屎甜。落了月明。
是注定无缘分。所爱的伊，因何予阮无陪你？梦中的三更断肠时，想袂现实。台湾24节气，古早向时的记忆。24节气的台湾话，听看咱先人是安怎用心顾土地。24节气的霜降，伫咧新历的10月23、24卡头，是秋天上尾尾仔的节气。秋天上倒的是霜降神，表示天气愈来愈寒。台湾的关山透早时土骹会结霜，日秋以来，烧热的感觉就会明显渐渐消退。阴早暗，土骹斗的水淹。拄到冷空气会成做落水，若是水淹水气拄到更较冷的空气，就会成做细粒细粒白色结晶的霜。事实上，这个节气伫台湾地区的平地，要产生结霜的几率并无偌济。霜降的这个节气，除了有白茫茫的歌芒，嘛有红滚滚的饭啊，甲世界美术画水红啊粉。抹胭脂，拢嘛水当当，目睭看到水水的画面，心情敢是嘛对咧好起来啊咯。伫霜降的这个时阵，也差不多是新历的10月25，台湾光复节。虽然这天咱无休困，无放假，不过嘛是爱了解历史的典故。讲到霜降的俗语，照霜降风台走去唱这句俗语来讲，霜降若过，应该就袂有风台啊。但是现此时地球的气候变迁，嘛是有11月风台的记录。不过，伫做世人经验的俗语当中，什么时阵要落什么种子，嘛是有伊一定的道理啦。亲像霜降到寒露麦，就是伫咧讲霜降的时，上界适合种土豆、红豆、绿豆等等这豆仔类的植物。对俗语，嘛会当看未来的天气呢。亲像霜降有日照，乌寒死无药，是伫咧讲霜降若无落雨，天气就会一路烧落到立冬。若是霜降有雨咧，开春雨水就会济；霜降无雨，冬春就会可寒。霜降见霜，立冬见冰，小雪看雪，这拢是会当预测天气变化的俗语啦。刷了这句霜降见霜，米烂正春，麦底结霜。第二米的人是哪霸王？意思是伫咧讲，假使霜降当天，若是真正有去看到霜，安尼就表示马年的收成会真好。
米会放真济伫咧仓库内面，有时放甲臭腐烂烂去啊。若阵霜降无现霜，农民就毋免有好收成，去互茶米的人靠。卖米的人亲像霸王安尼共款，黑白碰价，化关米的价销呢。霜降伫尾秋，秋天上尾的节气，选择这首由独木写的故事《秋色》，互咱来培养气质。即马费用就先朗读互大家听看卖。秋色，独木写。阮竹秋光冷月平，轻罗小线扑流萤。天街夜色亮如水，我看牵牛即如新。这首诗的意思是伫咧讲，白色的蜡烛火，掺着秋夜的月光，照伫咧冷冷彩色的画边，伊也一支轻罗薄细仔做的设计花线，无用咧合花金菇。露天的银仔顶，夜色清凉如水。伊半提倒啊，伫遐看天顶的牛郎甲一缕星。这首诗甲秋天的暗暝描写甲清凉美丽，是一首正成功的写景诗词。透过诗意，甲内底本地欣赏夜色的姑娘啊，看到花金菇，煞亲像囡仔的情景，表达互咱欣赏。这水的画面诗意，用歌调来演唱，更加有味。咱即马就来听这首《秋色》。9月过，北风吹，菜瓜落顶着翻乌袄，是伫咧解说北风若透，菜瓜啊就会乌袄较寒。煮食人着爱注意，迄毋是因为菜瓜啊无爱清气，是因为菜瓜子敢有乌色素。菜瓜啊若结籽，表示农作物够分啊。所以结籽的菜瓜落顶拄着高温，涉水就会较翻乌。霜降当着时的，除了有菜瓜，阁有白油。讲到白油，台南满豆的白油上有道，上介好食，上好入喉。啊，若是起啊咧，哇，就爱以苗栗新竹台中的产量上介济。苗栗客家的起饼我有食过，真正好食呢。啊，对啦，毋知敢有爱食龙虾的听众朋友，听讲台北淡水的出海口，伫霜降的时有机会会掠到龙虾，毋知是真的又是假的。但是咱
咱台南、台港甲七股的海产，着影长青长时行。咱捌涉怪过台湾特色中的七锦、八旗、九毛蟹、十毛旗。这个毛旗所指的，就是华语讲的好蟹。若是爱钓鱼的朋友就知影，毛旗就是予人摕来做青柑上好的钓鱼啦。毛旗的音甲华语的水蛭的毛旗是同款的讲法，不过有的所在咧讲这个水蛭，有讲乌旗、鹅旗、乌旗。阮这个时代是咧讲毛旗啊。伫旧历的9月，毛旗啊烧要吹盘，阮这老大人上爱掠来放伫玻璃罐仔内底，用盐甲生。这种甲活跳跳的小动物啊生起来的滋味，听讲阁袂歹呢。若讲到10月毛旗，惠阳就想到阮翁阿伯所讲的10月15小毛旗，也就是伫咧讲，要我农历的10月中旬是毛旗生团拍种的时阵，这时阵讲的毛旗长肥。毛旗要抱两等台结连理，只要拄到南风吹头的月光暝，就加棍激动爬出洞穴找爱人。迄边拢卖讲毛旗当咧烧，趁即阵紧甲掠来，就是厝内加菜的好时机咯。这种毛旗啊，主要是分布伫海场饮到的河口、海口、淡田、烂土。红树林甲鱼乌那的土花，普通时啊要掠真歹掠。简单若咧烧的毛旗，头圆目红，看着人袂记你走闪，双手小啊甲背一下，就会掠甲规人满满的毛旗咯。有故事会互咱怀念过去的情景，讲出较早感动人的故事，甚至写伫现代生活点滴，嘛会使记录人生美丽的记忆。惠阳世界去分享母语教学的经验，过程中有真侪画面，是惠阳写诗文上好的题材。这首台湾的念歌啊，就是伫咧七股树仔骹。甲地方的士大人做伙相处留落来经验，即马就来朗读，互咱的听众朋友收听。台湾的念歌，八分画骨真背骹，一路摇，一路背，背到七股树仔骹。树仔骹鸟仔跳舞，风雨咧唱歌。阿公会闲啊，阿嬷来念歌，咿咿呀哦哦，咿呀咿呀哦哦。大公闲，下落伫下落伫下出幸福的心花。标定囡仔放风吹，十门溪底万事过。台湾念歌啊，长起飞，念歌世界长起飞。囡仔歌爱唱歌，爱唱歌的囡仔上古水。今仔日惠阳要小解的囡仔歌，就是咱的传统念谣内底的放假啊。毋知咱的听众朋友敢会记得咱恰恰咧算的玩沙包？哦，咱的台语有人讲捡字啊，捡梨啊。啊，那安平人伊会讲算包包子。啊，即马有这些囡仔吼，伊拢讲吼，我在丢沙包，讲哦，我咧算沙包。沙包有两种呢，咱啊水咧饮的时阵，吼，安尼用来贴贴的行饮楼，吼，啊嘛有咧迄个木性具，吼，迄叫做结沙包，吼。所以讲，惠阳趁着今仔日咧小解这首囡仔歌的时阵，
互咱的听众朋友，咱的酸沙包，唔通讲酸沙包，咱来讲曲子啊、酸鱼啊，也是酸包包啊子，叫做放鸡鸭。即马费用甲歌词念一解，互咱的听众朋友听看卖吼。一放鸡，二放鸭，三分开，四小塔，五打兴，六拍手，七芳西，八蒙片，九牛耳，十口起。是咪足趣味咧？咱即马就该听这首囡仔歌，听了，互大家安尼有走出囡仔时代，咧算囡仔算的记忆。今仔日费用要小解大家欣赏的歌曲是《亲爱的离别》。伫秋天的青夜，看天顶的星是偌尼啊水。这首歌，敢若要输甲一个故事的画面，放伫咱的头壳内。这首《亲爱的离别》是郭金华写的词，费用个人非常的喜意。即马费用就来朗读这首歌词，互咱的听众朋友来欣赏。亲爱的离别，郭金华写词。今夜月亮光微微，天星闪闪时，双人约束心欢喜。谈情到深更，你也有情，我也有意，永远伴相随。忽然对我讲要离开，暗暗流珠泪，到底是为着啥代志，互阮心怀疑？可爱的人，希望你对我来表示。纯情难离，无愿意；断情来分离。若有困难，提出勇气，争取着胜利。忽然叫我原谅着伊，珠泪挂目前。原来就是父母反对，阻碍咱做对。低青夜情风微微，心酸目屎滴。怨叹我是流浪儿，予人看袂起。心爱的人，我无恨你，请你放心去。忽然趴在我的身边，求我赦免伊。算来也是真不得已。只好来分离，伫青夜的暗暝，甲心爱的人讲分离。这首歌会互咱有啥物滋味咧？咱即马就来甲听这首《青夜的离别》。今夜月亮光微微。天星闪闪时，双人约束心欢喜，谈情到深更。你也有情，我也有意，永远伴相随。忽然对我讲要离开，暗暗流珠泪。忽然对我讲要离开，暗暗流珠泪。到底为着啥物代志，予我心怀
望你对我来表示，纯情男儿无愿意，断情来分离。老困难提出勇气，争取着胜利。忽然叫我原谅着伊，滋泪挂目镜。忽然叫我原谅着伊，滋泪挂目镜。原来就是要犯罪，阻碍咱作对。深夜情风雨，心酸目屎滴。怨叹我是流浪儿，予人看无起。心爱的人，我无分离，请你放心去。忽然拍在我的身边，求我赦免伊。忽然拍在我的身边，求我赦免伊。算来也是真不得已，只好来分离。随讲爸母话，文化教育紧来找，找找母语教学，惠阳陪伴咱台湾的好主题。学台语真欢喜，语言文化欢喜，大人囡仔拢欢喜。囡仔姊恁好。老师好，大家对老师今嘛做伙学，好唔好？好。老师今仔日要教恁一首歌诗，是《杜牧》。杜牧，杜牧写的秋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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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足，云足，秋光，秋光，冷外平，冷外平，轻罗，轻罗，小弦，小弦，扑流萤，扑扑流萤，天街，天街，夜色，夜色，亮如水，亮如水，五牵，五牵，牵游，牵游，即女性，积积女性。老师，啥是冷话平？哪有冷归平？哦，你捌听过冷归平，无听过冷话平哦？系啊。哦，老师讲互你听吼，那冷归平，就是咱的煮物件，也是冰机烧的物件，空冷的物件，哦，一边是冷的，这你了解对唔对？对。啊，冷话平就是吼，咱炸起来迄块有彩色、有足水的迄个屏风啊，伊敢会烧烧？袂啊。系啊，伊是毋是你甲摸的拢冷冷？对。啊，迄冷冷的话平吼，就是那个屏风的意思，安尼听有无？安尼我误会啊。哦，不要紧，毋捌就爱问。对。好，来，啊，咱即马个继续讲好。好。轻罗，轻罗，小弦，小弦，扑流萤，扑扑流萤。老师，
伊这字看起来是用开线去拍啥物物件？哦，你有读过册啊，所以就看字看有，这就是咧讲吼，较早迄组囡仔啊，伊伫咧欣赏迄个月烧的时阵啊，手摕一支花线，安尼一个一个，雄雄哦，来几只花金菇，花金菇你敢知是啥物？萤火虫。哦，对对啊，萤火虫安尼花金菇，你啊水的水的，敢是足水？嘿啊，伊就摕迄支花线，安尼去甲合，迄毋是拍啦，迄用合的。对老师讲一遍，合。合。啊，有的所在讲合。啊，会讲合，给它合起来，就给它铺起来。哦，迄就是咧铺，哦，就是好像有点要抓它，但是又不想抓到它。哦，安尼了解无？了解。啊，这个是咧表示啥？你敢知？表示迄个查囡仔，伊个有足天真的想法。虽然已经是姑娘啊，足大汉的嫁翁一啦哦，伊看到迄花金菇来，伊就去看花金菇里啊耍来耍去，安尼敢有足高水？有足高水对毋对？对。好来，咱即马再介绍好无？好。天街夜色，天街夜色，亮如水，亮如水。老师，遮哪会念水，毋是水？哦，天意足厉害的，即个你看到，你就讲啊，这就是咱咧洗手吼，爱用水洗，对毋对？对。所以你会讲爱念水，敢是？嘿啊。老师敢是念唔着去？无啦，老师甲你讲，这就是台语上界水的所在，伊有文读音、白话音。咱咧讲水，用水咧洗手的水，伊是白话音。啊，咱咧讲水，就是文读音。所以较有讲山明水秀，伊的台语就是山明水秀。安尼了解无？了解。赞哦吼，五牵。我看牵油，牵油，接路星，接路星。哦，头拄老师咧甲恁讲吼，咱台语有白话音、文读音。老师，我知，你要讲的敢是迄个鸟？哦，因为老师顶下捌教过大水牛，对毋对？对。哦，啊，你可会记得大水牛？嘿啊，伊是蓝牛啊，加哪会变油？来，注意听吼，对老师念吼，g i u u 油油 g u u 油。这就是台语足水的所在，文读音，甲恁教了，恁拢有学起来，真正有够赞的吼。我看牵油接路线，我看牵油接路线。啊，我知影。啊，你是搁知影啥？就是牛郎织女啦。哦，你敢知影牛郎织女伫咱台湾来讲吼，有一个足幸福的节，就是七夕情人节，对毋对？对。哦，安尼表示你拢有咧看册，敢是？嘿啊，我就就爱看故事册，听故事啊。哦，赞！所以吼，天意咧学物件，学了拢足好诶。老师唔敢嫌啦。哇，赞！老师吼，感觉你真正足够诶。来，搁对老师搁来甲这首歌诗念一遍，敢好？好。来注意听哦，秋色，秋色，稻木，稻木，云雀秋光冷外平，云雀秋光冷外平，牵罗小线扑流萤，牵罗小线扑流萤，天街夜色亮如水，天街夜色亮如水，我看牵油接路线，我看牵油接路线。这首就是有一首真有画面的故事。哇，老师足介意这首诗，希望恁爱甲学会晓，敢好？好。一定看
使你，声声呼喊，无回应，妈妈对着月亮美甜蜜，月亮圆圆当是伊，妈妈的笑容藏伫心内。思念绵绵啊，团队都飞去，天顶的月亮你敢有看见？月亮圆圆高的伊，妈妈的温暖不敢放袂记，小无长长啊。伊的心来去，今夜的月亮伴阮的身边。树头古鸟梦西边，点点啊等待月亮的笑面，乌云作渡，阮头顶有一种疼永远予月儿，月亮圆圆当是伊，妈妈的笑容藏伫心内，思念绵绵啊，团队都飞去，天顶的月亮你敢有看见？月亮圆圆高的伊，妈妈的温暖不敢放袂记，小无长长啊，伊的心来去，今夜的月亮伴阮的身边，小无长长啊，伊的心来去，今夜的月亮伴阮的身边。今仔日的母语教学，惠阳要来分享咱台语的数字是要安怎念，要安怎记。惠阳特别有甲即个数字的发音小解，有写一首教学的念谣，互囡仔来加强伊的记忆。即马惠阳就念一解，互咱听众朋友来听看卖。一蕊油桐花，一蕊油桐花，两对目睭看。三声讲出爱，四界牵手行。五个囡仔兄，六月去耍水。七娘妈生日，八仙来贺喜。九九重阳时，十全上完美。这就是用台语来念数字，因为咱的数字有文读音和白话音。即马惠阳用数字的文读音小解，互咱空中的好朋友来听看卖。文读音有一举两得、三心两意、不三不四、四通八达、五湖四海、六六大顺、七祖八赛、八九不离十、九死一生、十全十美。这就是文读音。即马惠阳要过来小解是白话音。
白话音就是咱平常时咧讲话迄个数字咧加字发音的。亲像我讲啊，我介意是一家伙仔的。红果咧2粒红果，羊3托4，4颗链长，蛋3 5牛，6月冬好收成。7早8早就安尼炒甲你弄害，7早8早7夜8夜啊！我教你8字袂哈，9分2山，5花10色，12生肖，还有费用特别要搁用一个热气来话，就是讲食全欠2味，8丁，这是咧骂人的呢。这种做生活化的数字用词，所以费用嘛爱用到数字来做一个句型的练习。就亲像讲，哎哟，这个37啊，3顿2月就来5间行，欣赏5路10色的人，3不过是伊，个会安那叫客做生意，哇，敢有做心色的吼！还有老母对着伊的囝咧讲，哎哟喂啊，300囝的啊，还是讲300囡仔的，讲话唔通遐尼啊破格，迄嘛是咧讲300，无咧讲300以及外。上个趣味的，咱一定有听到人咧讲，哎哟，讲遐543，你无看到先生伫咧八仙道咧讲贴白字？喂，贴白字是咧创啥？嫁囝娶新妇的时阵，摕咱的生时白字啊，去互算命先来好一个好日，也是讲咱若囡仔大打出世的时阵啊，好伊的白字，还要看伊的人讲伊的命运啊，伊爱好啥物名吼？这就是数字的用法。数字要安怎记较趣味？费用有找到高雄市的路名，嘛是真正足实用的数字台语的教材。譬如讲有1心路、2省路、3道路、4位路、5福路、6學路、7賢路、8德路、9如10全。这个路草，若到高雄的人一定上界知影，台语的数字、文读音、白话音，敢是足趣味咧。拄则费用是毋是有讲到费用，互囡仔咧念谣，数字念谣，咱即马搁复习一下，爱注意听哦，爱详细听哦。一蕊油桐花，2对目睭看，3声讲出哎呀，世界牵手行。5个囡仔兄的6月去耍水，7娘妈生日8仙来贺喜，9重阳是伊啊，是全上完美。各位听众朋友啊，有甲记起来无？文化传承来讲古，你咱做伙顾本土。伫陪伴囡仔学习的过程中，永拢摕较早的诗文来做教材，总是感觉这个文字意境离咱足远的。费用才会想讲写一寡甲咱即马贴近的生活诗词。互囡仔更加体会母语伫生活中的实际运用。新大句文化才会有传承，文化才会延续，延续落去，看甲互咱的子弟，互咱的囡仔了解咱文化有偌美丽。囡仔子，今仔日对老师来讲台语，老师今仔日要教恁的这首是囡仔歌，嘛是足趣味的放假啊！放假啊！一放假，一放假，来你的字尾哈，你的舌头没有往上顶，你看咱的粒声，迄个 T 收音的地方哈，一放假，一放假，二放啊，二放啊，三分开，三分开，四小塔，四小塔，小塔。小塔恁足够的好佳哉，恁无甲我念做小拍顶界就有小朋友有囡仔子囡仔兄甲我念是小拍安尼毋对相叠小塔
烧塔，四小塔，四烧塔，五大兴，五大兴，六拍手，六拍手，七芳西，七芳西，八望片，八望片，九牛耳，九香园，牛牛牛耳，牛园，十口起，十口起，牛牛牛。牛，哇，头拄仔老师咧教恁台语的部分，你有学着即种牛伊的特殊音，就是牛，对毋对？含牛吼，共迄个发音声调无共尔吼。老师即马要过来甲恁教的即首，就是老师写的新诗。即首新诗是去你出国写的，台湾的念歌，台湾的念歌，白云画骨，白云画骨，金杯卡，金杯卡，一路摇，一路摇，一路飞。一路飞，飞到七个飞到七个树仔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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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鸟仔跳舞，鸟仔跳舞，风鱼咧唱歌，风鱼咧唱歌，阿公的弦仔，阿公的弦仔，阿嬷来念歌，阿嬷来念歌，咿咿呀哦哦，咿咿呀哦哦，咿呀咿呀哦哦，咿呀咿呀哦哦，大公弦，大公弦A 啊落地 A， ，A 啊落地 A， A 啊落地 A， A 啊落地 A，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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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 出幸福的心花，会出幸福的心花，幸福，幸福，会出幸福的心花，会出幸福的心花，庙埕囡仔，庙埕囡仔，放风吹，放风吹，三门溪底，插门溪底，山，山，三门溪底，三门溪底，满是龟，满是龟，台湾念歌仔，台湾念歌仔，长起杯，长起杯，念歌，念歌，四界，世界，长起杯，长起杯，念歌四界，长起杯。念歌世界，长起杯。老师，会弦仔是咧拉小提琴吗？哦，你只知道小提琴吗？嘿啊，哦，这个下弦啊吼，就特别嘞。弦啊有做侪种哦，吼，二胡还有中阮。啊，这种念歌啊吼，伊较早吼有用月琴、吼月琴，还有二胡，吼啊，还有大弓弦，啊，还有客家弦，这个迄个非常代表咱台湾的乐器。这种的乐器，就是互咱念歌啊咧使用的乐器。我来念歌咯，哦，它的配乐，咿咿呀哦哦，咿呀咿呀哦哦。我知，我有听过，我有听过。啊，你伫倒听诶？电台啊，哦，敢是听到老师的老师林叔讲，是教授有讲过，有唱过。敢若是吧？赞赞赞，有听电台，福气对咧来吼。安尼敢有了解？有。啊，老师，迄庙埕大家会当放风吹哦。哦，有影呢。你问即句话吼，老师心肝头怎丢一个呢？对啊，就是爱庙埕足大片，较会当互囡仔放风吹。这个所在一定是安那，拢伫草地所在。咱市内即马拢会支钱啊，吼，所以吼来到七股这个树仔骹的大庙埕，真正遐会当放风吹呢。哦，我要去。啊，你住伫七股，临工请爸爸载恁去放风吹。好啊，好啊。老师，啊是安怎？会是过啊？爱去客地办啊？哦，你真厉害呢！好佳在老师有问过迄做事的阿伯。台南吼，伫西港啊，七股遮的地吼，迄多好沙地，尤其伫迄溪埔的边啊哦，种的西瓜哦，特别好食，所以爱去溪埔
正时过，唔可会当去啊慢时过。哦，安尼，人讲啊，我要叫爸爸妈妈带我去遐食西瓜，搁放风吹。哇，有影呢！囡仔会当安尼去咱家己的所在食西瓜、放风吹，一定真正欢喜。所以咱的心情就会开出幸福的心花咯。台湾的念歌，白云画骨前杯骹，一路摇，一路飞，飞到七股树仔骹。树仔骹鸟仔跳舞，风姨咧唱歌，阿公的孙仔阿嬷来念歌，咿咿啊哦哦，咿啊咿啊哦哦，大公弦，哎呀落地哎，哎呀落地哎，哎哎哎，会出幸福的心花。庙埕囡仔放风吹，站门溪底挽丝瓜。台湾念歌长起飞，令歌世界长起飞。随风。